师妹这招怎么样？还望师姐指点一二。往哪里逃？姥姥，快！第二种法门出招！什么？你是谁？怎么会用天山六阳掌？谁教你的？什么天山六阳掌？你还敢不承认？第二招阳春白雪和第7招阳关三叠，都是本门不外传的秘技。到底是从哪儿学的？快说！阳春白雪，阳关三叠。这位孟郎既负中原武林第一风流浪子之名，种种纨绔子弟的勾当无所不会，无所不精，因此才投合无崖子师弟的心意，收他为关门弟子，诛灭丁春秋，清理门户。孟郎，这话是真是假？我姑姑问你话，为何不理？啊，我好，这招阳阁勾天，内力既深，用的也熟。我师兄无崖子把他所有的武功都传给了你，是不是？不，他是把功力传给了我。既然我师兄已收你为弟子，为何不叫我师叔？好，我叫你师叔。童老是我师伯，你是我师叔。既然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就别再深仇不解了。过去的事，就不要再计较了。孟郎，你年纪太轻，这个贼婆子用心险恶，你到一边待着去吧。师妹，姐姐这招如何呀？指点啊！不要先动手！小贼，你敢跟我动手？不是，姥姥，我劝你念在同门之谊，手下留情吧。孟郎，我没伤着哪里，你闪开！滚开！你练成了白虹掌力啊！姥姥，姥姥，姥姥，你怎么了？这个贼婆娘奸诈得很，我这一掌未必打得死她。姥姥，你还说他没死，连气儿都没了。我倒不信。你好狠的心呐！姥姥，姥姥，师姐，姥你真的死了吗？姥姥，我可不信。我这一生在你手下吃苦太多，你休想用装死来骗我上当。
求你别碰姥姥的尸体。臭小子，北冥神功，敢吸我功力！臭小子，敢坏我好事！姥姥，你没死啊？你们别打了，着火了！住手啊！不要再打了！贱人，还不知道死在谁的手上。要让你比我先死！师叔、师伯，你们别再打了！别再打了！师叔、师伯。小和尚，千万不要运气，否则自寻死路，知道吗？师姐，反正我们两个老太婆已经没有功力了，你就放孟郎走吧。多嘴！我做事要你管吗？小和尚，我本来是想放你，可是他想做好人，我偏不放了。你是死在他这句话下的，知道吗？师伯，师叔，你们两个别再打了，我好热呀！我好热呀！我好热呀！师伯，咱们三个人死里逃生，这家万万不可再打了！不行不行，别打了！见人不死，我绝不罢休！师伯，师叔，不可，都是不行！二位，哎呀，不可呀！
师叔师伯，你们肚子饿不饿呀？要不要吃点东西呀？哎，这样就好了吧？那我去找点东西吃啊。你们两个千万不要再打了，啊！不要再打了。师伯今年已96岁，师叔也有88岁了，这么一大把年纪，竟然如此看不开，火气都这么大。我看我还是哪儿也别去了，就在这里守着他们吧。贤侄，把画拿来给我看看，我就不信师兄会画这个贱人。哦，别给他看，我要亲手杀了他。要是气死了这个贱人，岂不是便宜了他？好，那我不看也罢。你既然不想让我看，只恐怕画中的肖像并不是你。师兄丹青妙笔，怎么可能画你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侏儒呢？你贱人！你说我是老太婆，你终于不行了吧？师伯、师叔，你们两位最好好好的休息一下，别再劳神了。不行！师伯，嘿，快，把这管子弹到天上去啊！快！不好，这是师伯的信号啊！师叔，不好了，师伯有帮手来了，让我背你逃吧！来，师叔，啊！师叔，师伯，他死了。小贱人死了，我大仇报了，他比我先死了。参见尊主，属下来迟了，真是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你们以为我死了是不是？谁也不把我这老太太放在心上。哼！没有人约束你们，你们就能无法无天，逍遥自在了，是不是啊？属下不敢。不敢？要是你们把我放在心上，怎么就来了这么几个人呢？自从老尊主离宫之后，其实属下个个焦急得不得了。放屁！是。看你们几个风尘仆仆的来找我，这3个多月也吃了不少苦吧？
能为尊主效力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我练功未成，又遇上了贼贱人，被他打断一条腿，幸好有我师侄虚竹相救啊！先生大恩大德，小女子纵然粉身碎骨，也难报万一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各位姐姐，起来！他们都是我的奴婢，你怎么能自恃身份？不敢当啊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，不敢当。咱们那只宝石戒指被那贼贱人抢了去，你去拿回来。哦。你是逍遥派的掌门人，我又已将生死符、天山六阳掌、天山折眉手的功夫都教了你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缥缈峰灵鹫宫的公主，缥缈峰9天9步的奴婢，生死都由你。姥姥，这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姥姥，什么万万不可？还不快向新主人叩头！叩见新主。这个不行啊！这个我怎么能做你们的主人呢？啊！我都快死了，你还不答应吗？姥姥，这个我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。你不想见那个孟姑了吗？啊！你想见她，就得答应我做灵鹫宫的主人。好，来，去把那幅画拿给我，让我撕烂了。我了无牵挂，就会指点你去见孟姑。姥姥，你看。不是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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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他。姥姥，姥姥，姥姥，尊主，尊主，尊主，师姐，终究还是你先死一步，到底还是我胜了。你没死啊？我怎么会在他之前死去呢？贤侄，把那幅画拿来给我瞧瞧，我要知道这老贼婆子为什么又哭又笑的死去。哦。哎，你们这些影主之光，也敢跟日月争辉吗？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！贤侄，你师伯的武功是很好的，只是有时候他不大精细。他的救兵一到，
我哪里还有抵抗的余地？自然只好诈死。哼，他终究是死在我前面了。他这种死法却是装不出来的。是他？怎么会是他？怎么一个说不是他，一个说是他？这画上的女子到底是谁呀？是他。师叔，怎么了？你看，他嘴角边有一个酒窝，眼睛旁边有一颗黑痣，是不是？哦，是啊。这是我小妹。啊，是你小妹？我小妹长得跟我十分相似，只是她有一个酒窝，我没有；她有一颗黑痣，我也没有。哦，这老贼婆子说师兄为她画了一幅肖像，朝夕不离。哼，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。唉，只是没有想到，这画中人竟是我小妹呀！到底这幅画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是乌鸦子老前辈临死前的时候给我的。唉，师姐第一次看到这幅画，以为画中人是我。一来因为相貌甚似，二来因为我和师兄一直很好。何况当时师姐和我相争的时候，我小妹才11岁，她怎么会疑心到她呢？可是她全然没顾画中人的酒窝和黑痣。刚才师姐看到画中人是我小妹，不是我，哼，所以她连喊3声，不是她。唉，师姐是喜极而去的呀。原来师伯和师叔都对我师父一往情深，我师父心中却另有他人。不知师叔这个小妹是不是还在人间？师叔，你的小妹是不是住在大理无量山中啊？当年我和无崖子师兄住在大理无量山剑湖之畔的石洞中，逍遥快活，胜过神仙。师兄，师兄，
师兄，我就在这儿，你为何不看我？哦，好。师兄啊，师兄，你聪明绝顶，却也是痴情绝顶。你为什么爱上你自己手雕的玉像，却不爱这个会说会动会笑会爱你的师妹呢？现在我才明白，你心中真正爱的是我的小妹。师兄，你把洞中的玉像当成了我小妹，要不然痴情的你望着她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终于明白了，贤侄，我有个女儿，是跟乌鸦子大师兄生的，嫁到了苏州王家。如果你有空，算了算了。师叔，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。算了，他是不是活在人间，尚未可知。更何况，我连自己的事都管不了。师姐，我们俩都是可怜虫，都被那个乌鸦子给骗了，被他骗了。师叔，新尊主，你看，我们要不要把老尊主送回灵鹫宫隆重安葬？好，应该是这样的。这位是你们尊主的同门师妹，他们生前虽然有仇，但是此时仇怨已解。我看，不如把她也运回去一起安葬了吧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好，谨遵吩咐。请问，不知该怎么称呼？老尊主叫我小鱼，你尊主随便称呼我就可以了。我不太习惯别人叫我尊主，以后大家平辈相称好不好？好啊，那从今以后我们就改叫你主人吧。还不赶快叫主人？是主人。好吧，那我们上路吧。好，上路。赶快去召集附近姐妹们，速来拜见新主人。去吧。是。你呢？速回宫报信，让留守的姐妹们也来拜见新主人。是。小心呐！启禀尊主，36洞72岛的人大胆造反，正在攻打本峰。郡天部不少姐妹被他们所伤。那可怎么办啊？主人，这是郡天部的陈姐姐，只怕她性命难保。醒醒啊！
他应该没事了。多谢主人救命！各位施主，快请起！不对，各位女子，哎呦，不对，反正快请起啊！现在最重要的是平息叛乱，不要再耽误时间了，好不好？是，谨遵主人吩咐。是啊，就听主人的。你们几个护送老尊主，其他的人跟我上缥缈峰。是。多谢主人相救。快请起，不用多礼了，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走。铁索桥被人砍断了，怎么过去呀？大家往后退，往后退。玉婆，借我见识一下。主人，你要小心点。大家在这儿歇一歇，我去前面看看。不信他们不说，你们是不是还等着你们的童老来救你们呢？别做梦了，你们的童老已经被他的师妹李秋水给杀了。你说的，老大是谁的吗？老贼我死了！胡说八道！尊主武功盖世，普天下谁能杀得了他？你编了这鬼话来骗我们，不过是想套出生死符的解药藏在哪儿？鬼话！我是亲眼所见。你们的童老已经在西夏普都城外送了命，不信，你看那是什么？李秋水把童老剁成了8块，不是随手捡了1块。你仔细看看，是真是假？看呐，你们看清楚！你真不够意思，害得老子提心吊胆。就算他老人家先去了，你们的生死符照样解不了。1年之内，你们个个都要受尽折磨而死。你给我仔细听着，你要再不说出来，我先送你上路！臭丫头！臭丫头，说！再不说，我让你尝尝生死符的厉害！说！哎，小丑！童老，童老，我们是童老，童老回来了！童老，童老，童老，在哪儿呢？别鬼鬼祟祟的，让包大爷来看看你的武功。哎，三哥，这家让给我来领教领教天山童姥的厉害。三哥、四哥，
不用，不用。你们是军天部的姐妹吧？正是。你们阳天、朱天、昊天的姐妹已经到了接天桥边，你们赶紧派几个人过去接她们吧。多谢相告，走去接应八部姐妹。你们赶快坐下歇息，坐下歇息。童老，别躲躲藏藏的，我和你风四爷就在这儿，有本事出来，我们等着接你的招呢。就凭你们两个，也敢在这儿撒野？呀！小和尚，你捣什么乱？慕容公子，是这样。吴老大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小和尚，童老来了吗？吴先生，你刚才不是说童老已经仙逝了吗？再说，我现在也不是什么小和尚了，哎呀，说来惭愧。童老到底死了没有？是谁派来的？你先放开我！童老他确已仙逝，他的遗体已经运到了接天桥边，待会儿大伙儿就可以一同见到他的遗容了。小僧来这儿是给童老办后事的，各位都是姥姥的旧部，我劝各位不要再积怨恨，以前种种的什么仇怨就一笔勾销，好不好？一笔勾销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这么说呀？各位，就算跟童老真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他人都死了，就不要再怀恨了吧。口口声声老贼婆，未免也太难听了吧？顾先生说的对，童老确实死在他师妹李秋水的手下。人生如梦幻泡影，姥姥她老人家虽然武功盖世，最终也难免功散气绝，化作黄土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。吴老大，放开！再不放开，我要你的命！好小子，算你狠！我吴老大记住今天的事儿。吴老大，来日不论你出什么题目，接着就是了。这不是王姑娘的画像吗？可惜我没有这么一幅王姑娘的画像。日后和她分手，朝夕和画像相对，倒也可以稍微相思之苦啊。小秃驴，老贼婆临死之前都跟你说些什么？你是问姥姥临死之前说过些什么？对。他说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大笑了3声，然后就咽气了。什么他妈的不是他，哈哈哈呀！他到底说了些什么？臭小子！这位前辈，你提到他老人家的时候，最好稍存敬意，不要胡言乱语。我就要骂他老贼婆，怎么样？我砍死你！阁下为何出手偷袭我？这位小兄弟怕是唯一知道如何解生死符的人了。熊要是一时兴起，把他杀死，众位兄弟身上的生死符催起命来，
老兄如何交代？老子要杀就杀，关你屁事！小兄弟，童老临死之前，除了说不是他和大笑3声之外，还说了些什么？这个，小兄弟，童老到底说了些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卓不凡一定不会亏待你。哎，你当真不说？不好说。我这门派中，就只老夫孤家寡人一个。自会剑门3代62人，33年之前，便给天山童老杀得干干净净。这些人武功了得，我得想办法把他们招到我的门下，日后光复大燕国就更有实力了。小兄弟，我这几招剑法传给你如何？卓先生，童老的遗言只跟我一个人有关系，还跟另外一个人有关系，但是跟在座的各位实在是没有半点关系。你的剑法虽好，我不想学。快走！快追！竹剑，你先从密道回离旧宫，把机关打开，封死厅门，把这帮探贼一网打尽。记住，大厅里有个叫虚竹的，是我们的新主人。去吧。好。哎，这个，小兄弟，你的心事我全知道。郎才女貌嘛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这样吧，由我全力主持，将这位姑娘配了给你做妻房，即刻在此拜天地。今晚便在灵鹫宫中入洞房。周先生，您误会了，您千万别误会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何必怕羞呢？这事儿报在老朽身上。段公子，姑娘，你快躲开，让我打他一阵子。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你居然不自量力，来做护花之人。小兄弟，看中这位姑娘的人可着实不少啊！我先动手给你除去一个情敌，如何？哎，不可！段公子，你怎么样了？段公子，我希望你和慕容公子百年齐眉，白头偕老。卓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位段公子是好人，你不可以伤他的性命。段公子，木剑，段公子。哎，你的伤是皮外伤，2、3天就好了。王姑娘，你是为我流泪吗？我段誉有今日，就算他在赐我10剑，也是值得的。臭小子，你太多事了啊！别！哎，卓先生，
别跑！竹先生，竹先生，竹先生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！小僧行事鲁莽，还望先生海涵，海涵。佩服！不，佩服！不，对不起！站住！灵鹫宫这地方是你要来便来，要去便去的吗？奴婢迎接来迟，请主人恕罪。姐姐快请起，请起。奴婢逐诫禀告主人，现在灵鹫宫的大门已封闭，各处机关均已启动。这些大胆造反的奴才如何处置？请主人发落。臭小妞，发什么野？你嘴巴最好放干净点。三哥，你没事吧？妈的，灵鹫宫的人下手真硬，要不是我躲得快，我这胳膊就完了。快，别让他们跑了！你们这两个叛贼，还不乖乖扔下兵器，听候主人发落！发落？刚才是谁躺在地下等着发落？不是我们吧？哼，奶奶的，这灵鹫宫处处透着邪门，老子倒要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大本事！好，那今天就成全了你们！追！没有童老的解药，他是必死无疑呀！使不得！我好了，我身上的生死符解去了。恩公在上，请受在下一拜。这可不敢当，快请起，快请起啊！哎呀！你们都起来啊！快起来啊！你们都起来！徐先生，求求你了，你救救我们吧！啊，求求你了，你救救我们吧！啊！大家不要再吵了，不要再磕头了，咱们就请虚竹先生戒毒救命吧。主人答应给你们解除生死符，那是他老人家发慈悲。可是你们大胆作乱，害得童老离宫下山，在外仙事。你们又来攻打缥缈峰，害死了不少姐妹，这笔账又如何算？这位姐姐说的对，我们罪孽深重。虚竹先生，我们甘愿受到你的责罚。我收阵！老四，我挡着他们，你去接公子和王姑娘出来。好。招降！怎么还不走？走不了了，军门被封死了！啊！甘受虚竹先生责罚，甘受责罚，甘受责罚，甘受责罚。竹简姐姐，你说该怎么办？这些都不是好人，害死了军天部那么多姐妹，非叫他们偿命不可。
姑娘，我们做错了事，现在已经是后悔莫及了。求姑娘大人大量，向虚竹先生美言几句，美言几句。这些朋友要来攻打缥缈峰，小弟一直极不赞成。只不过说干了嘴，劝也没有什么用。现在小弟要向仁兄讨个差事，就由小弟来责罚他们一番，如何？好啊，段公子，你是读书人，懂得道理多，你肯出面料理，小僧感激不尽。好，众位所犯过错实在太大了，在下定的罚则一定不轻。第一，大家必须在童老灵前恭恭敬敬磕8个响头，忏悔前非。磕头之时，倘若心中咒骂童老者，罪加1等。这条罚得好。别说800个都行了。第二，大家必须在君天部诸位死难姐姐的灵前磕头，默念忏悔，还得在身上披块麻布，扶丧致哀。我们一定照办，一定照办。第三，大家必须永远臣服于灵鹫宫，不得再生异心。虚竹先生说什么，大家便得听从号令。不但对虚竹先生要恭敬，对灵鹫宫的姐姐妹妹们也要客客气气，化敌为友，不得再动刀动枪。倘若有哪位不服的，不妨上来和虚竹先生比划比划，看是你厉害，还是他高明。段公子定的3条罚章，我们一一照办。段公子给我们定的惩罚简直太便宜我们了，不知还有什么吩咐？没有了。在下定的这3条罚则怎么样？太好了，谢谢段公子。主人，你是灵鹫公主，不论说什么，婢子们都得听从。你气量宽宏，饶了这些奴才，这是他们的运气。我还有几句心里话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36洞72岛一向是缥缈峰的下属，尊主有什么吩咐，谁也不敢违抗。段公子定的3条罚章真是宽大之至啊！尊主另有什么责罚，我们甘愿领受，甘愿领受。在下年轻识浅，只不过是承童老只练了几手功夫，尊主2字实在是愧不敢当。我有2点意思，这个也不知道对不对啊，还请各位琢磨琢磨。尊主真是宽宏大量，赦免了我们的重罪，又对我们这般谦和，我们众兄弟愿肝脑涂地。对。尊主有令，就请吩咐。哎，是，在下如果说错了什么，请诸位不要这个见笑啊。第一嘛，在下出身少林寺，本来是个小和尚。诸位以后行走江湖之时，请不要向少林弟子们为难。这是在下的一个请求啊，不是什么命令，不是命令啊。尊主有令，今后我们众兄弟在江湖上行走，碰见少林寺任何师傅，不可得罪，否则严惩不赦。遵命。在下真的是感激不尽。这个第2件事呢，就是请各位体念上天好生之德，我佛慈悲为怀，今后不要动不动就伤人啊、杀人啊，和气为贵嘛。君主有令，灵鹫宫属下众兄弟不可随意伤人，否则严惩不贷。在下当真是感激不尽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今后各位多做好事，不做坏事的话，那也是你们自己的功德善业，必会有无量福报的。哎，竹简姐姐，现在事情既然已经平息，那就请你把大门的机关给撤了吧。是。
吴先生，你的生死符种在哪里？我先帮你拔除了吧。多谢尊主。哎，吴先生，快请起。对了，你上次那个肚皮上的那个眼下我们不宜多数强敌，再和灵鹫宫结怨，得快去把那2个人叫进来。我们得赶快想办法把这个图解了才好。各位，这只是一场误会。走。恭喜兄台执掌灵鹫宫一派。今日在下我等不慎得罪了缥缈峰，好生惭愧，还望兄台海涵，不至以怪罪于我。哪里，公子文武双全，英雄了得，在下很是仰慕。今天一切都是误会，哪谈得上什么罪责呀？那就好，在下还有要事要办，就此告辞，就不多叨扰。走吧。慕容公子，请留步。怎么，虚竹先生有什么指教吗？不，我哪敢有什么指教啊？我只是想，这个想请公子在这儿多待些日子，也好向公子多多的请教。哼，在下知道虚竹先生身怀绝技，但我自命还有些本领，还不至于怕了你。既然虚竹先生想留下我等请教，那么就请你现在出手吧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留下我。不，公子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这个，我这个人笨得要命。我看小师傅留我们是假，要留美人是真吧？你何不直说想留下王姑娘呢？你在说什么？我留什么美人啊？这和王姑娘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这个小兔贼，少装傻！你逼迫着大大小小110名女子做你的妻妾情妇，还嫌不够啊？你竟敢打我家王姑娘的主意！我告诉你啊，王姑娘是我家慕容公子的人，你癞蛤蟆莫想吃天鹅肉，死了这份心吧你！我没这个意思啊，我们走。哎，公子慢走。怎么？阁下还想亲自指点几招吗？不是，这个我，哼，走。哎，王姑娘。段公子，再见了。是，再见了。哎，不！王姑娘，我还是跟你走好了。哎，尊主。要让他们就这么下来缥缈峰，咱们多没面子啊！请尊主下令拦截他们。不用了。我真是搞不懂，他为什么忽然之间生这么大的气？我。
兄台，你我是同病相怜呢。同病相怜。哦，段公子深爱王姑娘，却又不能和她相伴，正和我跟孟姑一样啊。段公子，你又是怎么知道我跟他的事情啊？啊？你随身都带着王姑娘的画像，这份情谊谁还看不出来呀？啊，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这种事情堂堂正正，情之一物，只讲缘分。这一别之后，只怕无缘再见到了。兄台，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呢。是啊。佛说，万法缘生，一切都讲缘分。没错啊，那缘分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。一别之后，茫茫人海，到哪儿去找去啊？两位姐姐早。主人早。主人，请漱口。哦，好。哎呀，这挺好喝的啊。啊，主人，这……哦。没见服侍主人穿衣。不用，有劳二位姐姐，这个更衣呢我自己来就行了。我三弟呢？就是段公子，他去哪儿了？段公子已经下山去了。临走时让奴婢禀告主人，说等主人把灵鹫宫中诸事安排妥当后，请主人赴中原相会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衣服呢？主人昨晚醉了，是我们姐妹服侍主人更衣的。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这个酒戒啊，是佛门第一戒，以后还是少喝为妙。我恐怕连洗澡都给忘记了。主人昨晚睡得不省人事，是我们姐妹服侍主人洗澡的。什么？对啊，是我们帮主人洗澡的。坏了！哎呀，大事不好！哎呀，我是个男人，在你们两个女人面前赤身露体的这个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罪过！出什么事了？罪过！阿弥陀佛！哎呀，出去！这衣服我自己来穿，你们以后不要管我了，我自己穿就行了，用不着你们管我。哎呀，快走！你们快走，我自己穿。两位姐姐，你们怎么了？你们哭什么呀？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，得罪你们了？主人让我们姐妹出去，不许我们服侍主人，一定是讨厌我们了。不是，哎呦，我说什么好呢？我这个人也不太会说话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说也说不清楚。我是个男人嘛，你们是姑娘，男女他，哎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他。好，我不责怪你们了，你们起来吧，我不责怪你们了啊！你们回来吧，啊，来，回来吧。那我们帮主人更衣洗脸。好。
怎么样？哦，不错。主人，灵鹫宫后殿石室中有数百幅先主留下的图像，奴婢曾听姥姥说这些图像与生死符有关，我们带主人去看看吧。主人请进，这里面便是石室，婢子们不敢擅入。哎，为什么呢？里面有危险吗？啊，不是有危险，这是本宫重地，婢子们不敢擅入。啊，没关系，一起进来吧。这道这么窄，站着多不舒服啊！走。主人，姥姥仙逝前曾经对我们姐妹们说，如果我们专心练功，又不犯过错，到我们40岁时，就许我们每年到这石室中一日。但是那是20年以后的事了。啊，还要等20年啊？到那个时候你们都老了，还练什么武功啊？一起进来吧。谢谢主人。这是天山折眉手。主人，咱们还是先看假衣图吧。两位姐姐，两位姐姐，你们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了？主人，我们功力低微，不能看这里的图形。我们在外面伺候。两位姐姐，两位姐姐，多谢主人为婢子治伤。好端端的，你怎么说你受伤呢？主人，这些图谱上的武功太深奥了，需用深厚的内功为基础。婢子们自不量力，照着假衣图中所示一练，真气不足，立时便走入了经脉岔道。若不是主人相救，我们姐妹只怕就永远瘫痪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可我练了一会儿，反而觉得精神大振了。主人功力深厚，当然不怕了。当时36洞、72岛那些奴才们逼问藏宝时，我们本想将他们引进地道，只是怕这些奴才们一见到石壁图解，那就疑惑无穷了。早知道如此，让他们进来反倒好了。那这样，
两位姐姐出去休息一会儿吧。是。你看，去看看吧。主人，你怎么不高兴？有什么心事，说出来，也许我们能帮你。两位姐姐，我来灵鹫宫已经有3个多月了，我在这儿实在住不惯。主人，是不是我们哪里没扶持好你？啊，不是，两位姐姐误会了。两位姐姐，我怎么说呢？我是个和尚啊，我从小就在少林寺长大，少林寺就是我的家。我真想回去看看。一切有劳大家了。主人，如果你在少林寺待不习惯的话，就请你早点回来。我们灵鹫宫所有的部众，永远听从您的吩咐。梅剑跟竹剑到哪里去了？我想，大概那2个丫头躲到房间里哭去了。阿弥陀佛。小二哥，师傅，茶钱啊，谢谢您慢走。师傅，虚竹，我看你从小忠厚老实，怎么会如此的不检点呢？师父在上，弟子深知罪孽深重，只不过
你犯戒太多，我也没有办法替你开脱。你自己去到戒律院领罪吧。是。弟子虚竹恳请长律长老赐法。长律师叔有事正忙，你先在这儿跪着等着吧。是。小僧虚竹违反本寺戒律。戒律院师叔罚我来菜园挑粪劈柴。哼，犯了什么戒啊？犯戒太多，一言难尽。哼，什么一言难尽呢？你一件一件的都跟我说清楚。哼，别说你这么个小和尚，就是达摩院罗汉堂的首座犯了戒，只要是罚到我这个菜园子，哼，那也得听我的。我瞧你脸上红红白白的，一定是偷吃了荤腥，是不是？是。嗯，还偷喝了酒是吧？是。你好大的胆子呀！灌了点黄汤，想必你就心猿意马了吧？这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8个字肯定被你抛到脑袋后头去了。你心里想没想娘们儿啊？我看你不止想了1次，至少也想了7次8次了吧？小僧在师兄面前不敢撒谎，不但想过，小僧还犯了淫戒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竟敢败坏我少林寺的清誉！哼！我问问你，你除了犯了淫戒，还犯了什么戒啊？还杀过人，而且还杀了不止1个人。师弟好本领，咱们少林是天下武学之源，师弟又常在外边行走，除妖未到，失手伤人在所难免啊！不知师弟练的是哪门功夫啊？说来惭愧，小僧所学的少林武功已经全都被废了，现在一点也不剩了。师弟，咱们这儿的规矩，凡是犯了戒律，手上沾过血腥的僧侣，做工时必须戴上手铐脚镣。不知师弟肯不肯戴啊？如果不戴，我去向戒律院求求情。不，规矩如此，自当遵从。好，好。师弟，委屈你了啊！忍受啊！崔和尚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没想到你这小小的年纪，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，什么戒律你都要犯上一犯啊！我今天非要教训你不可！
你现在就给我劈柴去！啊，你今天要是不把这些柴劈完了，你别想睡觉！哼！啊呸！是。嘿，这臭和尚就知道睡觉啊！起来！你给我挑水，浇地下。我可告诉你啊，每天给我挑100担粪水，少一担我打断你的双腿。是。这边是。去。快点儿！哎，快点儿！再快！哎，快点儿！你这个贼和尚！赶趟龙主人，给我劈柴去！快点劈呀！快点啊！劈！我告诉你，我打你是为了帮你悔过。多谢师兄教诲。快点劈！快劈！快！没籽儿的脚尖又小，上头绣着一只白玉鸟，有心用手去捉它，它又飞啦。谁呀？别打了！喂，臭和尚，刚才那几下就算是见面礼了。现在我们想请你帮个忙，你要是不答应或者没办好，我们就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，埋在菜园子里当肥料，信不信？